位伫台南麻豆区的台湾首府大学，将伫个7月31来停办。台南市议员陈秋红上午透过市政总质询，建议市府伫个学校退场以后，希望会用个承租作为市府或者是部分局处的办公处所，并且提出市政迁移、翻转大溪北的看板，请市长来签署。对此，市长嘛回应会来慎重评估。是啊，在这个地方只有200多万，而且有这么漂亮的建筑，如果我们市府能够来迁移到首府大学这个地方，那势必会带动整个大西北的发展。我们不要只有注重在西南嘛，应该南北都要均匀一下。我们是很有意愿去接了，不过因为它原先的它的建筑物大概20年了，因为它建校到现在大概20年了所以说它20年是算是中古屋了但是还算维护得不错。那可是因为它有欠中央钱，当初学校要在停止停办之前因为有跟中央借的钱，跟教育部借的钱来做一个支付薪水以及资遣费的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的这个钱，所以负债大概将近2亿1亿多然后这个现在的董事会，原来的董事会已经退出了，现在的董事会是教育部指派的，所以他要把学校完成清算之后，才可能给其他人。目前为止，中央跟地方都有表态，有机关愿意进去。议员表示，该位置不但伫个台南的中心点，而且交通嘛方便，敢若是校区就有16.5公顷，如果加上周边大塘的土地，面积将近40公顷。以学校目前一档的租金大约250万，甲邻近中野、小龙文化园区的租金比较起来，相差真大。议员除了关心市政中心，另外嘛对着学校停办、学生转校的问题，嘛希望教育局会用个关心协助。台南新闻林跟张硕伟采访报道。